又跑9場賽事啊！今次咧就用沙田全天候跑道。好，就講第8場啦。第8場咧就都係一樣，就同程啦，即係泥地同程上名，就根據埋都係唔多，又係得返3隻嘅啫。即係如果係300泥地1200米咧，咁啊得3隻嘅啫。咁啊3號啦，先講3號啦，得心之魚，艾少禮啊，騎賽神嗰隻。咁啊同程上名咧就47.3，咁咧。就同程嚟講就唔係話好高喎，即係如果係呢一場嚟講，咁啊比較低少少。咁第2高係邊隻咧？就係鄭俊偉嗰隻蒸蒸日上6號蒸蒸日上，就金城江騎。咁咧就係有成71.4%嘅。咁啊至於全場最高啊，嗰個同程上咧最高就係9號啊，潘頓騎啊沈澤成嗰隻色列神區啊。咁啊，有成75%咁高嘅，75%，即係有成3/4咁多。咁啊，得心之魚咧，咁啊都係同程特佳嘅。咁但係咧，我就覺得佢可能都係三甲咯。即係如果你中意賽神嗰啲馬，就可以拖呢隻嘅。但係我覺得就未必有冠軍場呢隻。點解咧？賽神呢隻得心之魚咧，夜馬功臣咧就係、有2位騎師嘅，就係艾杜拿同埋艾少禮啦。咁咧大前季咧就係艾杜拿操刀嘅，咁佢咧就係贏4班1200米泥地。咁咧啱啱上一季咧就係艾少禮操刀嘅。咁啊贏馬就呢2位功臣啦。但係咧就無獨有偶啊，過去嗰2季咧都係跑到第10次賽事啊，先至贏馬嘅。咁今次嚟講咧，會唔會係未咁快咧？同埋上一季咧都係俾艾少禮咧都係騎一次先，可能試一試馬先，之後再騎先至去馬。所以呢一場咧，可能嗰隻得心之魚咧，應該就係最多都係3甲分字啦，或者跑3344。同埋咧大前季咧，呢隻馬贏馬跑第1啊！嗰個評分啊係53分，比較低啲。咁啊第一季即係大前季又冇得講啊，因為嗰時仲係4班，咁啊個低分咯。咁上到呢個三班咧就係64分贏馬嘅，即係60零分。即係你又要睇下嗰個評分個水位係咪贏馬嘅時候啦。咁呢個都係要考慮嘅因素。得心之魚咧就唯一利好因素咧就係同場，即係識跑泥地嘅唔多，即係其他啲都係初次跑嘅路程啦。咁同埋有啲就係、就算你跑嘅泥地都唔上名嘅。不過你鍾意可以拖，其實佢呢隻馬得心之魚都有權闖入3甲嘅，因為同場對手冇多。咁如果係有對手咧，係6號蒸蒸日上同埋9號精烈神區。咁同埋仲有一隻新馬啦，就啱啱初次上陣嘅4號風火輪啊。咁呢個係不明物體啦，奧爾文。因為奧爾文咧最近騎好多新馬都一出即勝啊。今次仲賀賢，即係呢隻係外地嘅4號嘅風火輪啊。外地咧就贏過2場，即係跑5次贏2次，有2次入 Q。咁同埋泥地都有啲料到嘅。再講埋呢個9號色列神區先，就沈集成啊，陪潘頓啊。全場同程上咧最高啊，有成3/4咁多㗎。咁同埋佢呢隻馬咧跑泥地咧，最近3次跑得好喎。金城江都跑第2入 Q。另外一次咧就係最近一次就紀仁安啦，都跑3甲。今次揾到潘頓騎。潘頓有咩好處咧？即係如果佢騎跑短途千二，即係如果佢唔慢閘嘅話咧，即係有權做下網冠啊！唔係第2就第1㗎啦，呢隻色列神區，即係9號。嗰隻6號蒸蒸日上咧，跑翻泥地，咁佢個重上咧都係始終都高過你得心之魚。
啲檔位又好啲啦。咁金城江跑嚟就又叻啲嘅。咁我擺即係如果蒸蒸日上同嗰隻德心之魚揀咧，我覺得就蒸蒸日上嘅機會高過個德心之魚啦。咁咧就如果正頭正路開咧，簡單單就買6號搭9號，即係正路 Q 同 Q Pay。如果即係我第一次出嗰隻風火輪咧，咁我覺得應該都可能會比較難落，比較難啲嘅，因為始終唔係咁多人知呢隻馬嘅底細啊。咁但係今隻抽得好燙，咁啊喺外地都有啲根據嘅。咁啊，我就建議就呢場就買4號扁皮，咁啊就拖翻嗰隻9號色列神驅，因為潘頓咧最近離地賽事夜馬咧係咁多騎師係成績最好嗰個嚟嘅。咁啊配15紮成咧，上名咧又高，咁啊騎練合作又愉快。咁啊呢條4-9啊連贏位置 Q 同 Q Pay， 咁就係呢場我嘅選擇嚟㗎啦。咁如果唔係咁中意買啲新馬或者比較難，即係可能4號比較難少少啊。咁你就掉走隻4號就買，因為可能4號新馬有啲風險啦，可能有啲人覺得睇長線，分分鐘呢場去唔去？咁你咪買，因為6號佢金城江有一定搏個內檔。問題你贏唔贏得過潘頓嗰隻色列神驅嘅？不過色列神驅就係曾經流過鼻血嘅。不過但係點解都要揀咧？因為始終佢離地都係離地好手嚟嘅隻馬，同程又特佳，加埋近3次都唔係流啊，都跑到3甲咁滯，即係起碼有2次入3甲啦。咁所以9號係必揀㗎啦。好，講第三場。第三場咧就係4班1200米啊。咁呢場咧我就睇咗話告東嚟嗰隻花果猴王6號啊，就布文騎。咁咧上次咧就中譯嚟都跑第2。咁呢隻馬咧就係係比較離地比較叻㗎嘛。佢唯一嗰場頭馬都係呢個路程啊，離地1200啊。佢係開齋贏馬都係靠離地嘅。咁離地嘅成績咧就係1冠2亞，即係入邊2 Q 啦。今次咧上次中意你跑得意，今次換上布文上去就擺明車馬嘅喐手㗎啦。呢隻馬咧就係3班馬嚟嘅，咁3班馬田草都入 Q， 咁咧就佢一落班跑離地咧就已經係跑第4嘅。咁啱啱上場咧就擺下中意禮上去咧就已經喐手㗎啦。咁跑 Q， 咁上次輸俾嗰隻皇家駒嘅嗰隻質新馬咧，咁雖敗猶榮啊。點解咧？因為隻皇家駒咧就即係嗰隻馬離地實力雄厚啊。上次跑就已經係三兩個戰步就已經過咗個其他同場嗰啲對手㗎啦。上次仲要大熱門飛到馬度贏馬。今次我都唔使我推介㗎啦，應該好多人都識買㗎啦。第5場之後皇家駒希威森騎廖康明。咁廖康明咧就應該星期3咧第四場同第5場咧就佢玩晒㗎。呢場同程上名率咧有同程上名率咧都有好幾隻嘅。咁包括2號啦，遙遙日上。咁遙遙日上咧就配即係呢個馬房咧鄭俊偉就嗰隻遙遙日上就配巴度。咁人馬合拍嘅。又交代咗啦，近期個賽績又非常之好。咁另外就仲有隻金多喜呢場都係要及實，因為今次跑內檔，抽咗2檔，上次外檔輸外檔。因為最近即係唔計上次啦，因為上次排嘅檔位比較差，所以跑第7。再之前嗰2隻配合幾人安咧，都係非冠即牙。離地嗰次跑第2入 Q。唔跑離地都就係跑第1。咁多喺離地同程上名率咧就66%啊。算係同場第2高咯。第1高嗰隻咧就係新馬啦，不過就證明唔係太多。何澤堯內檔11號嗰隻就騎下文家人嗰隻。上次咧告東尼嗰隻花果猴王啦，
輸俾黃王家駒啊，雖不由榮啦。就冠軍就第一黃王家駒，第二花果猴王，第三咧就係11號啦，就文家良嗰隻起舞飛飛。即係嗰場都係佢實力指標嚟嘅，即係所以今次花果猴王最出咧，咁佢呢隻馬都係扭住衝嘅，喺外邊衝上嚟嘅，所以今次咧即係花果猴王咧就已經係高唱遊雲嘅啦。咁你問題係Q 同 QP 離人位置佢係拖邊隻嘅啫。咁啊2號搖日上咧就即係呢個馬房同騎師都係好嘅，即係馬又好啦，即係3個因素都好。不過就之前我唔知會搏得多啦。咁上一次跑第5，不過隻馬就好用嘅，但係咧佢嘅同程上名率咧就唔係好高嘅喎，16.6，我就唔係好建議就拖呢隻啦。反而8號同埋10號咧就好啲，即係8號係最好啊，即係配幾人咯，人馬合拍。咁另外10號伶俐標區呢隻馬咧即係馬房代表作嚟嘅，佢最近贏某一次都係配周俊良贏嘅發號曲。咁啊沙田都叻喎，1200都跑，即係跑第2，不過大熱門2.9跑 Q。咁今次都係叫馬之日嚟嘅。不過咧，即係如果係田泰安同基安嗰兩隻坐騎咧，我就揀隻金多喜比較穩陣啲。咁即係如果3甲咗，應該係680，即係3隻之內嘅啦。咁如果 Q 同 QP 連贏位置 Q 就6號就搭8號啦，即係68啊，花果猴王。咁就布文騎高東尼，拖翻隻紀仁安騎嘅金多喜，即係伍鵬志馬房啦。就呢場高東尼鬥伍鵬志啊，咁幾好睇嘅。好，唔講咁多啦，大家日多啲，拜拜。講咁多啦，因為大家留言先，拜拜，再見。